大家好，我係 Florence。呢一集繼續同大家講下18世紀嘅南海泡沫。點解連世界上其中一位最聰明嘅思想家、科學家牛頓，佢都同普羅大眾一齊墮入南海泡沫呢一個龐氏騙局？究竟個騙局有幾吸引呢？我揀咗幾首短詩出嚟，都係當時英國嘅詩人所寫嘅。你見到嘅時候可以停低嚟讀，我就唔會朗讀啦。喺1714年，英國因為打仗累積咗好多國債，借錢俾國王打仗嘅人又驚國王冇錢還債，國王自己又覺得啲債務實在太沉重，佔佢嘅稅收一大半。國王喬治一世唔想承擔債務，其實係可以理解嘅，因為場仗唔係佢打㗎嘛，而且佢由德國嚟咗唔係好耐，對英國唔係太認知，一上台就要面對債務問題，佢個心幾咁難受。但係唔使好耐，喺蘇格蘭就有一批叛黨衝住佢而嚟，而國王就要因為平亂而要舉債籌錢打仗。到咗1719年，英國嘅國債已經去到5000萬英鎊。為咗減輕國債嘅問題，1170萬鎊嘅國債就轉賬過咗去南海公司度。南海公司最初成立嘅本意就係幫君主管理國債，而君主係擁有南海公司嘅股份，所以轉啲債落去都冇乜唔妥。議會係同意咁做嘅，佢哋仲呼籲債券持有人將手上面嘅國債換成為南海公司嘅股票，公司收到嘅債息就會以股息咁樣去派俾小股東。唔單止咁樣，南海公司同南美嘅國家有貿易嘅獨市經營權，以後南海公司喺貿易上面賺到嘅錢都會分俾小股東。聽落去係一個大家都贏嘅計劃，債權人可以得到股息，而小股東亦都可以喺股市嗰度賺錢，國王就可以減少佢嘅國債，大家都得償所願，冇人唔開心。最初嘅時候，南海公司係發10張100鎊嘅股票去換1張1000鎊嘅國債。當南海公司嘅股價由100英鎊上升到去128英鎊，佢哋發現到公司嘅資產上升得快過債務，咁就可以用股票賺到嘅錢嚟還債。原因一，佢可以喺高位沽出佢嘅股票，賺咗28英鎊。第二個原因就係佢唔需要發10張股票咁多去換1張債券，而家佢只需要發8張股票就可以換到1張國債，終於有希望可以解決債務問題。咁佢哋就開始諗點樣可以推高嘅股價呢？到咗1720年嘅1月，佢哋就非常之積極咁樣去宣傳南海公司。首先，佢哋送啲股票俾皇室人員同埋幾位重要嘅政客，跟住佢哋同啲群眾講，國王有股份，國王嘅2位情婦都有股份，皇室人員都有股份，甚至財政大臣同埋幾位重要嘅大臣都係股東嚟㗎。
重要嘅係呢間公司同南美嘅國家係有獨家嘅貿易經營權，以後做貿易會賺到好多錢。做戲做全套，佢哋有船隻泊喺碼頭，亦都請咗啲水手喺碼頭嗰度辦工作。跟住佢哋又俾錢記者去寫線稿，要啲記者將南海公司寫得非常之漂亮，包括埋《魯賓遜漂流記》嘅作者。佢哋吹噓之前嘅東印度公司已經係一個成功嘅例子，佢為好多英國人創造咗可觀嘅財富。南海公司俾大家第二次嘅發達機會，千祈唔好錯過。呢一位係股票推銷員，喺泡沫時期，佢企喺街邊派宣傳嘅小冊子，同大家推銷一啲股票，相等於而家嘅股票經紀。但係佢又同而家嘅股票經紀唔同，因為佢沽出嚟嘅股票係佢真金白銀買返嚟嘅。話得佢咁寒酸，係因為當個市冧咗之後，佢哋都輸咗好多啊。跟住為咗將股價推得更高，佢哋甚至將股票送俾啲議員，要啲議員全力支持南海公司，一齊唱好推高股價。公司嘅內部人士周圍同人講，只要你夠膽買，你就會發達。大部分英國人都未去過南美，經過咗一輪嘅宣傳，佢哋開始幻想喺南美嘅國家有好大座金山，而河流流住嘅呢，就係白銀，滿地都有寶石。佢哋周圍都種咗好多生果同埋果仁。喺不久嘅將來，好快，英國嘅船就會載住佢哋嘅黃金、銀、生果同埋嘢食運到嚟英國。到時南海公司就可以賺取到豐厚嘅利潤，佢哋嘅股價就會大幅上升，真係想下都開心。就係咁樣引起咗一場大型嘅投機活動。炒賣南海嘅股票唔單止有貴族、政客同埋有錢嘅商人，仲有神職人員同埋精英分子。一開始嘅時候，每股100鎊，對好多小市民嚟講，數目都唔算細，所以貧苦大眾係冇辦法參與嘅。厲害嘅牛頓，呢個精英中嘅天才，天文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鋼學家，皇家科學院嘅院長兼劍橋大學教授，咁忙嘅人，佢竟然仲有時間炒股票。好多人都唔知，原來牛頓仲有一份公職，就係喺皇家鑄幣局嗰度擔任局長。佢負責監督貨幣嘅質量同埋生產，佢仲整合咗英格蘭同埋蘇格蘭嘅硬幣。就喺鑄幣局裏面，牛頓收到風，佢知道南海公司將會被炒上去，所以佢可以早着先機。一開始嘅時候，牛頓大概喺170鎊買入，只係買少少趁下熱鬧。到上升到差唔多有1倍，去到350鎊左右，佢就將佢手頭上嘅股票賣晒，好開心咁樣離場，賺咗7000英鎊。當時嘅7000英鎊相等於而家嘅大概200萬英鎊，已經可以令到佢有非常之舒適嘅生活。當時有一個人叫做 Archibald Hutchinson，佢好中意研究股票，
佢喺3月出咗一張小冊子，佢話佢計出南海公司每一年要喺佢嘅貿易生意嗰度賺350萬英鎊，先可以支持到佢每股200英鎊嘅價錢，根本就冇可能。仲有另外一位作者叫做 Daniel Defoe， 佢寫咗篇文講，除非西班牙人喪失咗理智，如果唔係，佢唔會放棄咁寶貴嘅貿易機會。所以牛頓咁早清貨係有原因嘅。股價喺300磅左右，已經停留咗3個月。南海公司嘅人就開始諗新計仔，繼續推高嘅股價。佢哋認為咁好嘅發達機會應該分俾所有人。佢哋開始借錢俾啲冇錢買股票嘅人去買南海公司嘅股票。只要你願意買南海公司嘅股票，你只需要出2成嘅錢，你可以每2個月還錢一次。又或者你用南海公司嘅股票做抵押，最多我可以借3000磅俾你去買南海公司嘅股票。喺4月21號，佢哋宣布將會派發10厘股息。男男女女嘅工人、車夫、木匠，好多嘅普羅大眾聽到呢一個消息之後，個個都借孖展買南海公司嘅股票，甚至有人將自己間屋攞咗去做抵押，去大手買入南海公司嘅股票。當時就有一首民謠係咁唱嘅：全國上下都係炒股票嘅人，交易所每日都塞滿晒人，而佢條街就因為泊滿晒馬車而無法通過。每一個人都喺度買股票，每個傻瓜都希望成為一個騙子。喺交易所附近嘅一間咖啡室，每日都有好多炒股票嘅人聚集喺嗰度討論南海公司嘅股價。咖啡室變成咗交易所。好快，股價就由5月嘅550磅上升到去6月嘅超過700磅，比起牛頓沽貨嘅時候又升咗1倍。越嚟越多人賺到錢。牛頓見到自己嘅朋友越嚟越有錢，佢忍唔住，就喺每股700英鎊嘅時候，佢再次入市。今次佢要大手入市，唔單止將佢之前賺咗嘅7000英鎊擺落去，佢仲將佢手頭上面嘅國債轉做南海公司嘅股票，同埋將佢手頭上嘅資金都攞晒出嚟買股票，實行重錘出擊。雖然股價不斷上升，南海公司仍然唔係一間賺錢嘅公司。佢已經冇晒現金流，佢啲錢愛嚟用晒做行賄，仲有愛嚟借錢俾啲小股民炒賣南海公司嘅股票。南海公司嘅股東、國會嘅議員，佢哋知道股價上升唔係因為公司賺錢，而係因為小股民相信呢一間公司值錢，佢哋相信間公司將來會有盈利。事實上就係間公司根本就冇船去南美，亦都冇貨由南美嗰度運返嚟，一船船嘅黃金、白銀同埋嘢食都係呃人嘅。間公司根本就冇錢賺，但係唔緊要，只要股價不停咁上升，小股民都係賺錢嘅。佢哋買嘅係個故事，而呢一個故事值好多錢。終於有人意識到，原來一間空殼公司都可以發股票套現嘅。點解佢哋唔成立空殼公司賣股票呢？
就喺南海泡沫嘅頂峰，出現咗200間新嘅公司上市，有好多都係空殼公司，但係唔係全部，有啲都係有生意經營嘅。當中有提煉銀嘅公司，有做假髮嘅公司，亦都有做機械嘅公司。有一間公司冇人知道佢做乜嘢嘅，佢嘅宣傳係話公司有一項非常強勁嘅優勢，可以賺到錢，而公司只需要100萬英鎊嘅資金，而家發行5000股，為到每股200英鎊，你而家只需要俾2磅嘅首期，就可以認購股份。喺第一個發行日，喺5個鐘頭內，佢籌咗2000英鎊。就喺嗰晚，公司負責人消失咗，啲人稱呢間公司為泡沫公司。南海公司嘅人好討厭嗰啲新上市嘅公司，唔係因為佢哋呃錢，而係因為佢哋係南海公司嘅競爭對手。佢哋吸引啲資金由南海公司嗰度流走，有好多揸住南海公司股份嘅人都賺咗錢，咁佢哋就沽南海公司嘅股票，去買其他新上市嘅公司股票。喺6月3號，南海公司股價曾經由890英鎊跌到落去640英鎊。公司即刻出嚟托市，將股價維持咗喺750英鎊。南海公司嘅人遊說國會，叫佢哋成立泡沫法案，阻止嗰啲投機性嘅炒賣。喺6月11號，泡沫法案通過，禁止所有冇皇家特許經營嘅公司上市集資。如果仲有股票經紀兜售嗰啲股票嘅話，就要罰500英鎊。當泡沫法案一通過，其他細公司股價即刻下跌，因為有好多人借咗孖展去買新公司嘅股票。當嗰啲新公司嘅股價下跌，佢哋就要沽南海公司嘅股票嚟套現。連累到南海公司嘅股價都跌，但係佢哋全力托市，最終南海公司嘅股價只有少少調整。呢個泡沫法案令到好多公司執笠。英國人為嗰啲執笠公司做咗一副啤牌，每一張啤牌裏面都有句詩。破產嘅公司裏面包括一間煉銅嘅工廠。呢一首詩就係嘲諷啲人用自己嘅金幣、銀幣去換黃銅。執笠嘅公司包括有鋼鐵製造公司、建築公司、地產公司、按揭公司、建築公路、建築碼頭嘅公司、瓷磚公司、做機器嘅公司。而呢一首詩就係諷刺做機器嘅公司。其他破產嘅公司仲有煤炭供應商、毛衣製造商、呢士嘅出入口公司、食鹽嘅製造公司、玻璃製造商，仲有煙梳公司等等。南海公司最高峰嘅時候持有3100萬英鎊嘅國債。歷史學家估計佢當時嘅市值大概係3億英鎊，相等於而家嘅市值係4萬億英鎊，佔咗國內生產總值25%。如果我用通脹率去計嘅話，佢而家嘅市值大概就係860億英鎊。你信邊一個數字，你自己決定。到咗7月，南海公司又要發行新股票，為咗要股價再創新高，今次南海公司以每股1000英鎊發售。
為咗吸引買家，佢仲俾買家以南海公司嘅股票做抵押，借足90%嘅孖展，1年內都唔使還錢。咁貴嘅股票都買得晒，仲賺咗100萬英鎊。喺短短6個月，股價已經上升超過10倍。揸住南海股票嘅人而家都紙上富貴，好多人都興奮得不得了。冇南海公司股票嘅人真係要匿埋。之前做咗孖展，2個月後要還錢嘅人，而家見到嘅股價咁靚，係時候沽貨，就將手頭上嘅股票沽出去。南海公司為咗留住啲股東，佢承諾今年會派30厘股息，以後12年會連續派50厘嘅股息。今次啲股東開始懷疑呢一個故事過分動聽，冇人再落答。要買南海公司股票嘅人都已經買咗，佢再搵唔到新嘅買家。喺嗰陣時，南海公司嘅股東同埋佢嘅內幕人士已經開始靜悄悄咁樣沽佢哋嘅股票。就喺呢一個時候，法國嘅密西西比泡沫爆破，連累到阿姆斯特丹嘅股市都下跌。歐洲嘅資金開始沽英國嘅股票，抽錢返歐洲，開始要撤離英國。牛頓同其他小股民都喺度諗，國王係南海公司嘅監管人，佢唔會唔理間公司，佢唔會任由嘅股價繼續下跌嘅，佢會幫小股民出嚟挺間公司嘅股價嘅。如果唔係，就有失國王嘅威望。所以佢繼續持貨，繼續觀望，等國王嘅好消息。到咗8月，股市開始震盪，成個月每日都喺度跌市。9月，南海股價已經落到去700磅。當時攞政府年金嘅人開始有啲不滿。有一個議員喺股票嗰度賺咗錢，佢喺議會嗰度講，佢見證過好多公司嘅興衰同埋復興。佢認為冇一間公司好似南海公司咁樣喺咁短時間內有咁嘅成就。佢哋所做嘅遠超過皇室法官所能做到嘅。佢哋製造咗共同利益，化解咗大家嘅分歧，平息咗國家內部嘅爭拗。股票價格上漲，令到有錢人嘅財富大幅增加，鄉紳嘅土地價格上升咗2倍，同時亦都造福咗教會，有好多牧師從中都獲得咗巨額嘅財富。簡單嚟講，南海公司令到國家富裕起嚟。我希望大家唔好忘記，佢嘅演講引起咗一半嘅噓聲，但係有啲賺咗錢嘅議員就拍爛手掌，嗰啲議員仲覺得非常之奇怪，點解會有人對此而感到不滿？南海公司嘅股價由6月嘅高峰期1000英鎊，好快10月就跌到落去400。今次牛頓開始要止蝕離場啦，佢喺400磅斬一啲，300磅又斬一啲，到咗200磅，佢斬晒佢嘅貨。到咗12月就返去120磅。大家嘅幻想終於完結，泡沫終於爆破，好多人嘅財富都一夜蒸發，有貴族破產，有啲家庭幾代嘅財富就咁冇咗，有啲借咗錢買股票嘅人還唔到錢，
有好多人自殺。一位郵政局長因為投資咗好多喺股票度，佢最終係吞槍自殺。呢一場金融危機唔單止令到成千上萬嘅人損失慘重，仲有好多金鋪同埋銀行借咗錢俾人哋去買股票，啲錢收唔返嚟，導致到資金短缺，結果出現擠提，有一啲銀行同埋金鋪要執笠，街上一片混亂。雖然當時有好多人要英倫銀行出嚟幫手，但係英倫銀行唔夠膽出嚟幫手，因為佢認為股災嘅規模大到超過佢嘅能力範圍，佢驚最終會連累到自己，引發大型嘅銀行擠提。喺今次南海泡沫嘅股災裏面，牛頓最終損失咗2萬英鎊，即係而家大概嘅580萬英鎊。佢輸咗60%嘅投資，嗰陣時佢77歲。佢話：我可以計算星體嘅運行，但係我就冇辦法計算人性瘋狂嘅程度。自此以後，冇人再敢喺牛頓面前提起南海呢2個字，因為佢一聽到南海呢2個字，佢一係就非常之暴躁，一係就陷入深度抑鬱。自從股災之後，牛頓就好痛恨嗰啲鑄造假貨幣嘅人。佢認為鑄造假貨幣嘅人同嗰啲製造南海公司騙局嘅人係同一類人，所以佢對嗰啲人從不姑息。佢甚至自己出錢去揾人調查製造假幣嘅人，將佢哋繩之於法，帶上法庭，要法庭重判佢哋。就因為牛頓呢一個疾惡如仇嘅行為，英國嘅貨幣有質量保證。牛頓佢變成貨幣嘅守護者，佢帶領英國貨幣走向金本位制度。所以牛頓唔單止對科學有貢獻，佢對英國嘅金融亦都有一份貢獻。喺1727年，即係股災之後嘅7年，牛頓逝世。佢係第一位科學家，死咗之後葬喺西敏寺嘅地牢。牛頓死後留低嘅遺產總共有32,500英鎊，圍到而家即係940萬英鎊。南海泡沫嘅故事話俾大家聽，市場價格唔可以由理性嘅計算計出嚟，因為股票嘅價格包含咗人性，包含咗貪婪、慾望同埋恐懼。巴菲特曾經講過，要喺股票市場嗰度賺錢，唔係靠高智商，而係靠維持情緒穩定同埋獨立思考，係更加緊要。我錄咗一首《南海之歌》喺短片嗰度，有興趣可以開嚟睇下。如果你鍾意我嘅分享嘅話，請點讚、分享同訂閱，記得撳個鐘仔啊！拜拜。